廚房訂做咗一個超級好用嘅多功能抽拉調料櫃，而家廚房嘅樽樽罐罐終於有地方放咗，唔止係便宜，主要櫃內仲可以雙面儲物，櫃門呢度都唔嘥空間。你睇睇點樣設計㗎？因為屋企做櫃旁邊呢度嘅空間完全被浪費，直到我睇到呢種窄縫嘅調料櫃，啱好可以把屋企窗戶旁浪費嘅空間利用起嚟。呢邊我就量好尺寸，訂做咗一個超薄嘅櫃體，詳細嘅尺寸喺度，佢嘅深度只有20厘米，上方就係普通嘅平開門，呢度可以收納各種雜糧乾貨，非常之能裝。下方用咗2張側板去固定，再利用裏面縫隙設計咗一個可以抽拉嘅台面調料抽，安裝亦都超級簡單。我按照常用嘅調料罐高矮做咗3層，然後每層嘅層板外側再安裝咗不鏽鋼拉手擋住，呢個就可以防止瓶罐掉落。最後底部再安裝幾個靜音滑輪就搞定咗，真係完美解決攞取難題。咁樣炒菜嘅時候再亦唔使彎腰啦，左手攞取調料，用完再推返去，瓶罐唔落灰，台面乾乾淨淨，然後側板嘅空間亦都冇浪費。而家做飯就好順手，都可以掛好多嘢，非常實用。然後右邊我仲藏咗一個能夠釋放台面空間嘅摺疊隱藏備菜盤，收上去仲唔會影響整體美觀。如果感興趣，歡迎 follow 我哋。